係每一日朝9晚6翻工，咁啊翻到屋企之後咧就淨係瞓覺食飯，冇其他嘢做，第二朝日日如常。咁好啦，呢一種人咧，咁啊可能佢會厭倦咗嘅生活啦，咁啊希望想有一啲嘅副業，佢會問師傅：我想要有啲嘅副業喎，我可以做啲乜嘢？呢一個問題咧，其實係最多人問嘅，最多家長都會問。啊，我嘅小朋友第日應該要做乜嘢，或者我嘅工作適合做啲乜嘢，最多人問。咁但係有陣時喺個奇門遁甲嘅盤入邊咧，見到有一啲譬如話你現時做緊嘅工作裏邊可能唔適合你，咁但係你只係識呢一樣嘢。哦，咁適合我嘅係咩啊？譬如話假設啊，即係我哋用一個極端啲嘅比喻，你明明係做緊護士嘅，喂，其實護士呢一部分唔適合你喎，你要去做差人，或者係你要去做律師，嗰個反差好大。或者又或者咁講，喂，我做緊一個江湖人士，咁但係，喂，你唔適合做江湖人士喎，原來你嗰個江湖係適用於喺律師嘅行業，咁你變下學嗰個反差得，喂，你咪玩嘢師傅，佢真㗎有人咁樣同我，師傅你咪玩嘢啊大佬，我要讀個律師讀幾多年啊？快則都起碼6、7、8年啦。萬七唔止添啦，咁我呢段時間我唔使食飯啦，所以有陣時就係、大家會問錯咗個問題，就係、究竟我做有乜嘢工作適合我？但係嗰個好多工作適合你啊，但係你做唔到啊嘛，即係我哋就會建議佢慢慢讀下書，慢慢上，但係你目前嘅工作繼續做，